屬蛇嘅你今年咧係戊水桃花年，咁有桃花同乜交際應酬，人緣好，間接對事業都有幫助噶。不過屬蛇嘅你喺2025係犯太歲，如果2025犯太歲結咗婚懷孕或者有 BB 就恭喜你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已經結咗婚好耐，又或者分咗手咧，就要快啲收拾心情，希望今年咧就積極進取啦。因為屬蛇犯太歲容易悲觀負面情緒咧，會到農曆今年4月都容易受小嘅影響嘅，所以今年咧要去到呢個6月7先完全脫離呢個2025嘅影響。不過農曆4月喺2026年4月嘅影響就非常之細嘅。咁只要自己控制到情緒咧，其實過到呢個春天之後，慢慢悲觀負面情緒其實就消散噶啦。咁講翻今年啦，今年係戊水咸池桃花年。咩叫戊水咸池桃花啊？咁可能已經認識嘅人突然間一齊突然間走就冇乜特別作用噶。反為呢個戊水咸池桃花咧，對做嘢就有作用喎。對做嘢嚟講，有戊水咸池桃花，人哋對你觀感咧會提升，做嘢自然順利少少啦。所以2026咧點到個2025犯太歲噶。咁今年吉星嘅蜜月有你地位提升，地位提升意思打工容易升職啦，做生意咧人哋對你嗰個觀感都好啲，就對你尊重少少，又或者喺行內呢個名嘅地位提升，都對間接對事業有幫助噶。咁凶星有亡神，亡神就乜失物容易唔見銀包、鎖匙、手提電話、私人物件特別要留意，同埋病符小疾病、天官符普通嘅是非星。咁其實病符又好，天官符又好，最主要留意春季啫。春季特別留意，同埋如果你夏天出世嘅人，因為呢幾年大火年都唔係好利皮膚腸胃都稍為要留意。咁如果你秋冬天出世人咧，呢幾年皮膚腸胃出現問題機會唔係話好大㗎，所以病符同埋天官符都係針對如果你夏天出世，可能是非都稍有是非，身體要留意。秋冬天出世唔使留意。咁運氣方面一樣咧，一定係8月8之後3月6之前。如果你2025能夠擺脫犯太歲情緒影響，其實2025都係進取㗎啦。咁而2026更加要積極少少啦。咁但係如果嘥3月6至8月8，因為2025犯太歲又加埋行衰運，咁各樣事情可能都唔係話好順利㗎啦。咁冇嘢衰就當好彩，唔順利當正常啦。咁嚟到2026咧，始終桃花年都好少少嘅，但係就唔好寄望太多啦。但係起碼情緒好啲，人緣桃花好啲啊，咁叫做間接都有幫助啦。